俾你自由穿越歐亞兩大洲嘅土耳其，擁抱多元文化嘅滋味。我哋準備用刀叉嚟食雪糕啦！呢個其實喺鄂圖曼帝國係好重要嘅。2000年之前，佢哋嘅藝術超級犀利啊！無拘無束，放低生活嘅包袱，自由的旅行者。星期1、2、4、5晚8點半，82台 TVB Plus。你哋幾個對我做過啲乜嘢？乜你哋自己唔知道嘅咩？你根本就唔應該寄錢養我，係你仲壞晒我噶。供你兩個讀書，供出兩個反骨仔。你阿媽走咗，我一個人點算？阿爸，你仲有細妹嘛？你阿媽如果好似你阿爸講得咁心狠手辣，我冇信心。五味壓軸回歸系列最終章，歡樂頌5，星期1、2、4、5晚10點半，82台 TVB Plus。鐵路迷有分好多唔同種類，今日我哋就做住 Noli Tetsu 先。坐車鐵即係中意坐鐵道嘅鐵道迷。日本鐵道超過27000公里，條條都各有特色。鐵子捐山窿，星期4起82台 TVB Plus。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喺一個安定嘅社會，國家安全係社會繁榮穩定嘅重要基石。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統籌發展和安全，落實愛國者治港，構建和諧美好生活，國安才能港安，國安才能家安。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我哋一齊參與。今年有第一宗本地登革熱，有冇滅蚊新策略？處理滲水新機制成效幾大？食環署署長吳文傑星期日講清講楚。3月一手住宅買賣有回落跡象，反而二手交投顯著增加。本地樓市有幾大嘅復甦動力呢？越嚟越多零售店會喺店內同時兼賣咖啡，對帶動整體業務有幾大影響呢？財經透視，星期日晚6點，翡翠台。大家好，到咗六合彩嘅時間啦！今日4月25號星期六，由我蔡國威同大家主持第45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咁首先睇睇投注總額，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6311萬。咁由於3期嘅頭獎係冇人中，所以有累積多寶獎金2027萬，而投注總額嘅15%，亦即係94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喺攪珠之前，我哋先介紹一下就今晚嘅2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有陳志球博士 SBS 太平紳士，同埋香港國際公證人協會會員許文傑律師，歡迎晒2位。喺度提大家啦，六合彩50週年金多寶攪珠將會喺今晚稍後嘅時間開始接受投注，估計頭獎基金2億2800萬港元。將會係歷嚟最高金額嘅頭獎基金，攪珠將會喺5月2號星期六進行。為咗預留更多嘅時間俾顧客購買金多寶獎券，嚟緊星期2同埋星期4嘅六合彩攪珠將會暫停。六合彩50週年金多寶嘅截止投注時間係5月2號星期六晚上9點15分。獎券喺各個場外投注處、電話投注同埋數碼平台發售。喺度預祝大家好運。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45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1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21。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2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42。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6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46。
第4個搞出嚟嘅號碼係36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36。第5個搞出嚟嘅號碼係4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4。第6個搞出嚟嘅號碼係16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16。最後一個搞出嚟嘅特別號碼係9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9。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係順利搞出啦，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分別係有4號、16號、21號、36號、42號、46號，而特別號碼係9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即頭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可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㗎。咁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唔該晒今晚嘅2位監場嘉賓，佢哋包括係有陳志球博士 SBS 太平紳士，以及許文傑律師，多謝晒2位。喺度提大家啦，喺節目完咗之後嘅大約15分鐘，咁大家就已經可以開始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喺度預祝大家好運，下一期再見啦，拜拜。你飲緊呢一杯咧，係用8個鐘去滴漏出嚟嘅咖啡嚟。邊間中菜館有手工菜食，又有咖啡飲？呢度嘅燒鵝最特別就係佢呢個汁係有啲當歸喺入邊啦，同埋佢燒到嗰個皮係真係好脆。金錢雞，哇，個潤咧燒得好脆啊！佢個雞肝好 creamy 啊，同埋佢個 after taste 好重咯。麗蓉香酥鴨，簡直就係呢個中式拿破崙，精緻奪目。美食新聞報導，星期1、2、4、5晚8點，82台 TVB Plus。警聲發熱秒翻嚟啦！介紹更多部門工作，更多防罪資訊，更多好笑情節，俾你可以輕鬆全方位了解警隊資訊。警聲發熱秒3，星期1、3、4、5 82台 TVB Plus。社畜穿越小說世界，發生咩事？我而家係穿書啊！余憑娘娘，今晚由你嚟侍奉陛下。邊個？佢叫我邊個？唔通 How are you？組團求生，扭轉結局，有冇可能？你仲有冇其他橋啊？你真係當自己係老細啊？超甜重搞笑穿越劇《成何體統》，5月7號起，星期1至5晚9點半，翡翠台。以下節目含有間接宣傳，